咩咩角角，迄时阵想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想看无，当时啊是眉角，这眉角大家拢知嘛，眉角就是一个撇步，是一个足细足要紧的一个撇步。啊，伊这个有掠着眉角是安怎？准讲你毋知影眉角，因为这是杨玲嘛，眉啊，角，这是声音的迄个，互你记会掉。啊，佫连接着台语的眉角，所以咱伫广告词定利用这个蛙音，这个蛙音毋是语言的蛙音哦，佫是动物的蛙音。咱即摆选举要到啊，这毋是即摆的选举，这足侪年前的啦，即摆的选举咱就卖坑啊，就是选举的看板啦。其实你若去参加选举场啊，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选举场拢是用台语咧讲的啦，是安怎？因为选举就是你真理，平常是真理性，但是你迄票要转落迄个瞬间啦，其实也是心内感情做主啦，所以候选人啊，是安怎拢爱伫选举场讲台语，因为伊要打动你的内心。就算你理性的感觉讲另外一个候选人较好，但是情感上我就较爱伊，所以我就甲转落遐咧，去另外啦，咱看这是迄个日头火学运的退场迄天的新闻的相片，这是新闻翕的啦，新闻翕。你看伊迄舞台的后壁，就是有台语，佮有罗马字呢，所以就准讲前一阵这个社会运动啦，伊是少年人为主，遐个少年人台语无一定遐尔好。但是因选的主题歌，拢一定是台语的主题歌，而且因的看板内底，因的迄个控情内底，台语嘛拢占真重要的部分。是安怎？因为社会运动共款爱连接感情嘛，而且一定爱讲当选。你若讲猫咪人当选，敢若无 feel 对吧？拢是猫咪人当选，猫咪人当选哇，迄个加真亲切，加真有力。好来，讲啦这个。台语啊用伫看板的这个顶头有足侪，是安怎？看板足侪用台语的迄个手路，是因为咱讲感情的连接吧。你感情救着，你人客就救着。所以你去看这个，无论是路边的看板，还是迄个咱卖产品顶头，拢有足侪台语的。比如讲来，咩咩角角，迄时阵想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想看无，当时啊是眉角，这眉角大家拢知嘛，眉角就是。一个撇步是一个足细足要紧的一个撇步，啊，伊这个有掠着眉角是安怎？准讲你毋知影眉角，因为这是杨玲嘛，眉啊，角，这是声音的迄个，互你记会掉。啊，佫连接着台语的眉角，所以咱伫广告词定利用这个蛙音。这个蛙音毋是语言的蛙音哦，佫是动物的蛙音，咩角，你就受着羊啊，受着角。那咱这边咧，这咧卖什么物件？这叫什么？豆正油湾丽，你若用华语来念，咱头仔讲台语看板，就是要用华语去念，用台语想的意思嘛。但是咧卖什么物件？大家敢看会出来？两字上大字的豆，过来咧，伊是倒位的豆油咧，卖倒位咧卖豆油咧。这我右半波你知无？迄个阮即摆是 PK 咩车拼嘛？豆油最简单的嘛，对，豆丁。湾里是啥物件？湾里对啦，你顺从遐你念出来嘛，迄就是苗栗迄个湾里嘛。所以伊湾里农会啦，伊挑工无爱写迄个正字，伊挑工要甲人感觉遐足水的，所以伊用一个湾里有无？所以有当时啊民间的看板挑工无写正字，毋是因为伊袂晓写，是因为伊要有别的联想起来啦。所以湾里，袂顺啊，迄个所在足水的对吧？所以这湾里农会卖豆油嘛爱用安尼。对啊，这就是这个蛙音，有时阵即摆愈来愈侪广告拢是用迄个音做蛙，拢谐音的方法。毋过我感觉就是广告啊，有时阵迄音嘛是当感情的连接，用迄音，互你会记讲咱要买啥物，还就吹着啊。过来这个台语的看板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照字，因为咱这还未推出这个教育部这正字进前啊，大家字拢都系统做乱的，所以大家拢会用伊的字，等到互这个照字变做一个趣味。比如讲来看乌密码就是咱台语讲的乌索嘛。所以我就伫路的大场店看到这个看板，来信涵老师，这里卖啥物？这看头前的图啊面顶的图是葱头呢，敢是迄个啥屏东的特产葱头，我摕来台北卖安尼。所以这个看一个物件的时阵你若华语看无，毋免看懂，边有英语啊，garlic
蒜头。对，啊，这个物件讲实实的，你也无去 Google 者，你唔知啊。啊，尾啊，我家己翕了，我嘛唔知这是啥物，我去 Google 才讲乌色的 garlic。哦，啊，我唔知影是啥物，唔过我知影伊店叫乌米嘛，因为乌米嘛，这个台语咱记啊足清楚的。啊，这啊吼，这就真心色，对无吼？这要安怎念？这大家拢知影烟头嘛，烟头咱台语就是薰头嘛吼。啊，下面咧，下面要安怎念？台语伤好念袂出来，青淡猪家，来用台语真正去一字念就安尼。啊，但是吼，咱讲民间就是爱华语念，而且华语念吼，你这个请。哦，请爱个用台语念有无？你袂当讲请哦，啊等伫遮啦吼。啊，毋过啊，我即摆想，看榜而且现代就是一种 IG， 是安怎？伊有几个特色？第一个就是互你随会记哩。你看 IG 伊的字无足济吼，伊就是一个物件，就互你掠着你的目睭。无论你是记伫你的头壳内，以后过来交关，还是看到了，对，我剩一秒的时阵要去食迄个家己火鸡肉饭咯，我记哩。哦，所以第二个特色就是，伊甲 IG 共款，看嘛 IG 共款，足紧的时间，甲咱即马网络的时代做成的，所以这个看榜嘛有是个时代性。第三就是讲，伊会用各种的手路写你的目睭，哦，就讲我的 IG 顶头做一水姑娘的迄个图，所以讲查某囝来背的时候，爸爸你拢伫看水姑娘，讲无，迄是伊家己会走出来吼，迄照卡。啊，毋过因为阮查某囝最爱看柴犬，就柴犬，所以我就挑工一直点迄个狗仔的图，所以我的图即马全部拢是狗仔。而且因为咱以早吼，这台语的用字系统有较复杂淡薄啊，所以吼有足侪写甲落长的时阵，有时阵嘛真趣味哦吼。即间啊，你若住台北的人，拢有知影有一个所在叫南机场。啊，其中的一间，我就最爱去，这是一个卖鸡肉的。啊，即间卖鸡肉吼，伫网络时代还未开始的时阵，我拢偷偷家己去食，因为即间最好食。啊，即种网络一个报，我拢无通食，因为拢排足长的。啊，这头家真趣味哦！我有一摆甲问讲，头家啊，我也要较早来排队的当时来啊，伊拢无讲到比这看法好看。讲营业时间，逐日的透早11点，毋过啊吼，困袂去。困袂起啊，规气较早开店，10点开。若是困过头，吼，就是12点。啊，卖完休困，啊，拜六休困。哦，所以就是这个头家真趣味，因拢是讲台语为主，吼。啊，毋过伊要写这看榜的时阵，会讲到一个规限，吼。哦，这是一个还未正的正经，用这个俗语，吼，作为一个趣味。哦，啊，这啊吼，正边一个，这嘛是菜市啊咧，但这个菜市啊真无共哦。哦，你看，伊写的是啥物物件？是真的菜市啊，敢讲菜市啊，阁有假？因为这个所在开伫倒，伊叫做第六市啊啦。这喺老台中才知影，阮老台中就知影讲吼，台中啊吼，伫日本时代开始，都有第一市啊到第5市啊。啊，第6市啊是安怎呢？伊就是讲啊吼，外国朋友啊来到台湾，拢会甲去细啊市甲细菜市啊当做是重要的行程，因为是安怎？伫菜市啊内底会当看到真正台湾有特色的物件嘛，对无？但是啊吼。要看这有特色的物件，咱传统的菜市安怎？热翕翕啦，淡落落，酱落落啦，吼，这个人啊，咧叮叮啊，哦，足无爽快啦。所以这伫倒位咧？这伫台中市有一间百货公司，叫做金店百货。百货公司内底有一层楼，开传统市啊，是真的菜市啊！你毋通想讲，我百货公司拢是什么贵松松的超级市场有无？无，阮开的是真正的传统市啊，卖鱼啊，迄鱼啊就真正铺伫迄个边角顶面，就亲像迄个这个菜市啊共款。啊，迄菜色啊，就一排排出来，互你伫遐拣。所以吼，你会当去享受菜市仔的好处，但是啊吼，你毋免去遐甲人煎、甲人客啊，佮热、佮酱落落安尼，吼。所以烧酒厝边做伙来食不一样的菜市啊。啊，下面伊即个杯啊，拍车啊，就是啥卖了了哦。啊，迄个杯啊名叫做什么物件？麦烤。意思这啉水含落去了，囡仔就袂哭了，对啦。麦烤。伊可能设计人嘛无想到讲啦，甲杯啊夹起来变成。哦，差足济呢，饼火底差要100块呢，无怪卖完。无怪卖了了。啊，这啊吼，这嘛是我伫台中的迄个路林咧行啦，巷仔底。啊，哎呦，这什么物件咧吼？你用汉字甲念叫色度啦吼，啊用英语甲念嘛吼 ，set。度嘛是足奇怪啊，对无？啊，这到底是啥？我看到啊，这啥做头毛的啦，吼，他想啊，这色度啦。所以吼，我们想想讲，哎，讲台语的吼，就是敢若会晓台语嘛，吼，伊可能来源啊，嘛有可能是外语啊、英语啊、日语啊啥，南做伙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头拄啊吼，这看榜啦，
趣味蒙趣味啦，但是伊互人的印象是啥物？就是台语，互一般社会大众伫路顶看到印象是啥物？相信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啦，睇到咱电视秀的遐个看板，一定有一个印象：趣味、深色、连接感情，但是怂。就是讲，伊毋是正式的物件，伊毋是种雅的物件，伊就是一个怂怂啊，但是亲切亲切，袂输那迄个啥装卡亲情哦，迄种印象有啊吼，这就是过去台语看板互人的印象安尼。对，所以阮即马即个县教授，阮拢一对答，爱为点到线到面，点就是看板嘛。你看板啊，较侪正字的先过罗马片，我经过啊，就记一个记一个，学一个学一个，慢慢落实一个面。哦，当时这个安怎啊？到一个线一条路，吼，做一拢迄个台语的看板，到规个面拢是啊，嘿。